台中高铁站有一个男性，敢若是因为食酒醉，所以伫列车要开的时，挡伫个车门，佮对即个保全起骹动手。台湾交通安全协会是表示讲，即个保全无公权力，所以建议警方爱加强巡逻。前若是外头这查甫人徛伫个高铁车厢的出入口，无要上车也歹落车。毋管高铁人员安怎苛刻，安怎甲拜托，伊拢歹插伊。这时阵发车的竟是啥单啊？这查甫人煞汹涌拍保全人员。 27下晡4点外，南下837车次列车到高铁台中站了后，敢若啉烧酒醉的查甫人大闹高铁，保全人员先甲压伫涂骹，站务人员也叫人来支援，才甲状况排除，尾仔才互这高铁列车顺利发车。不能因为他一个人的喝醉酒，然后就耽误到其他乘客。因妨碍下车旅客秩序，不满保全员眷属，而徒手殴打该保全。 警方讲，有列车了后正常离站，无看社违反社违法，也佮保全对这查甫人提出伤害告诉，也已经依法来受理。根据高铁的统计，去年到即阵，员工伫工作场所内底，包含受到口头也佮有身体暴力事件的职业灾害有12件。因为保全可能只仅止于在监视现场，或是提供必要的行车协助部分，可能可以发挥，但是警察的工作或是警察的任务。 是不可能由其他的人员来去做代替的。台湾交通安全协会讲，虽然保全也有接受专业的训练，不过敢若用伫必要时阵协助执法，建议应该加强警方的巡逻，也佮加强通报的标准流程。因来高铁除了表达遗憾谴责，也提供相关人员必要协助加防止暴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